4年几班？好，老师今仔要甲恁念回乡五事哦。啊，这个老师有音乐互恁听，啊，老师先唱一摆互恁听哈。这首歌曲足有理的，一定会互你万事事心情非常之好。小小的花落大海，永远不改变莫彩。日光相见不相识，将梦将风出来。有足好听无？哇，真听哦！来，老师再唱一遍哦。这个音乐足好的哦。
注意听哦。家字吼，咱的字爱搞清楚，安尼歌曲吼，你唱出来较有气味哦。